其實睇上下文，我哋就知道，其實耶穌引呢句説話嘅時候，佢係其實引緊以賽亞書66章1至3節嘅。嗱，就係頭先我哋啱啱讀過呢段經文，大家留意。以賽亞書66章1至3節咁樣講：耶和華如此說，天是我的座位，他是我的腳，地是我的腳凳。你們要為我做何等嘅殿宇？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華說：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，所以就有了。但我所看顧的是虛心，話虛心，原文作貧窮。呢、這個字就係 ani， 就係頭先講過 ani， 就係呢個字。痛悔，痛悔你估係邊個字啊？就係跟住第二幅哀慟。所以虛心即係話貧窮哀慟嘅人有福了。其實係直接由呢一度引出嚟嘅。OK， 就係呢度引出嚟嘅。所以本來我今日都講話。